好多家長都話小朋友唔鍾意食蔬菜，咁你一定要學識呢道清炒菌菇啦，做法仲特別簡單添。3條腸仔斜刀切成片，海鮮菇切去根部，燒熱啲油，倒入3隻雞蛋，用隻鑊鏟將啲雞蛋鏟到一塊塊咁，拔出嚟備用。熱油加入薑蒜，倒入海鮮菇，翻炒幾下，再倒入腸仔，繼續翻炒，然後放入之前備好嘅雞蛋，開大嘅火炒出香味，繼續翻炒，然後加入韭菜，瀨2圈豉油，再加啲蠔油，再加返啲鹽同埋糖。睇到呢度，希望你俾個免費嘅小紅心鼓勵下喎，多謝晒。可以出鑊㗎啦，咁樣做嘅小炒素菜，大小朋友都鍾意食，特別係小朋友見到咁靚嘅顏色，飯都食多一碗啊！鍾意嘅你都收藏起身試整下啦〜